一代亲，两代表，三代散了了。啊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哇，这真正吼，三代无做官，一代做上大。这我感觉中国哥应该知。这一定了解的啊。咱演的时阵应该拢捌讲常常讲过对吧？对，一代亲，两代表，三代散了了。应该是 B 吧。 A 嘛就行的呀，我嘛感觉富贵贵一代上亲，第二代就变表的啊，就离去啊，离愈来愈散，第三代散了了啊。无联络的意思，无联络的意思，那你应该是 B， 应该是 B 啦。确定哦。确定，第二 B。第二，好来，亲情关系渐渐啊，无遐尔麻，对唔对？是恭喜又搁加1万块给你！哇，3万。请老师先解释一下。嘿嘿。好，其实咱这三句拢是真有名的俗语啦，吼啊，咱伊就先讲这个亲情啥叫一代亲，两代表，有人讲二代表，三代散了了，会讲三代走了了，拢有可能。就讲咱亲情愈传愈开，啊，即摆有的人就拢唔捌啦，看到甚至过年的时拢甲问讲啊叫啥物名，啊，然后搁袂记一，明年搁来一届安尼。我人讲一表3000里啊。对，好，所以有足侪面线亲呐，还是弯亲迄款的吼。啊，搁来第摊拄仔讲到即个步袂过三代。咱来念这步，所以中风大兄真正足厉害，你会有会看。老师的步的意思是啥？就是足有钱，所以咱有一句俗语叫做大步由天。小步由犬，就讲你要足好嘢，可能要有一寡命。啊，毋过你若小步，咱会当轻欠较有底，浪费不成家。啊，另外迄句3年一閏，好歹照轮，就是讲咱3年会加1个月出来嘛，比如讲閏2月、閏6月安尼，啊，就是照轮的时间到，就搁閏閏1年安尼，嘿，对，好运的照轮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